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奧然哥哥啊。今日我想分享嘅故事叫做《愛唱歌的小豬》。小豬很喜歡唱歌，可是朋友們都受不了他的歌聲，勸他別唱。你們不讓我唱歌，我就走到你們聽不見我歌聲的地方去。小豬背起小包，離開了村莊。小豬向樹林走去，一邊走一邊唱。來到一座小房子面前，小豬又唱。樹林裏有一間小屋，裏面住了隻小胖豬，多難聽的聲音。屋子裏走出一位老奶奶說：別唱啦，我送你一件禮物。老奶奶送給小豬一個盒子，說：拿回去，打開它，你愛怎麼唱就怎麼唱，誰也不會討厭你啦。小豬帶着盒子回家了。他打開盒子一看，原來是一台錄音機。現在他雖然還是唱得不好聽，但收音機的聲音蓋住了他的歌聲，再也不會影響到別人了。雖然小豬唱歌唔好聽，但係佢都可以做佢喜歡嘅事。如果佢冇騷擾到其他人就得啦。下次見，拜拜。